父母永遠係子女成長路上嘅最強後盾。保誠信守明天多元貨幣保險計劃提供高潛在回報，幫你建立恆久穩健嘅財務根基，支持你嘅仔女實現非凡夢想，令佢哋嘅世界放得更大。Chris 係一位爸爸，對佢嚟講，女女 Karen 同太太 Anna 嘅幸福係佢奮鬥嘅最大動力。Karen 自細就好有想象力。Chris 為咗確保將來有足夠嘅資源，幫女女安排最合適嘅教育，等佢可以發揮潛能，放眼世界。同時希望為自己同太太嘅退休生活早作準備，所以投保保誠信守明天多元貨幣保險計劃。為咗準備 Karen 第時去海外升學， Chris 安排佢喺國際學校讀高中，仲運用市場首創嘅自主入息選項，預設連續3年，每年攞21,000美元嚟支付 Karen 嘅學費。品學兼優嘅 Karen 喺 IB 考到好成績，因此得到計劃嘅學術優異獎800美元。之後佢更順利入讀澳洲嘅心儀大學，追隨自己嘅興趣，修讀人工智能相關科目。為配合 Karen 嘅升學計劃， Chris 運用貨幣轉換選項，將保單貨幣由美元轉做澳元，然後再次運用自主入息選項，預設連續3年，每年攞45,000美元。用嚟支付 Karen 未來嘅大學學費同生活費。畢業後 ，Karen 喺英國頂尖企業任職 AI 工程師，更喺27歲時結婚定居當地。見到 Karen 獨立成才 ，Chris 打算提早退休，同 Anna 好好享受第二人生。為咗滿足佢哋嘅退休需要，同時繼續保障 Karen 嘅未來， Chris 決定運用開支散業選項，將保單一分為2。再運用貨幣轉換選項，將保單貨幣分別轉做美元同英鎊。Chris 將第一份保單嘅受保人轉做自己，同埋指定 Anna 做受益人。佢再運用自主入息選項，喺呢份保單每年攞20,400美元存入 Anna 嘅戶口，等佢哋2個可以安心四圍旅行，令退休生活更加精彩。Chris 喺第2份保單委任 Karen 作為後續持有人。除咗可以將財富無縫傳承，亦係一份爸爸留俾女女嘅禮物，等 Karen 可以無後顧之憂，繼續放膽追夢。Chris 喺86歲離世，喺攞咗26年嘅入息後 ，Anna 作為第一份保單嘅受益人，仲可以一筆過攞到約92萬美元嘅預期非保證身故賠償，用嚟應急同應付將來嘅生活。同時 ，Karen 亦無縫接管第2份保單，成為保單嘅新持有人。預期非保證總現金價值大約為200萬美元。唔計之前攞咗嘅入息，2份保單嘅價值加埋已經超過290萬美元，相等於已繳總保費嘅9.7倍。保誠信守明天多元貨幣保險計劃，幫你建立堅實財務後盾，讓子女世界放大。